武汉老干的第二个特点，江湖三部曲：大恶、解脱、摆平。上到大官贵人，下到地痞流氓，朋友多讲义气，要面子。喂，有个事情找你帮忙，啥事情我明天帮你搞的，我给你安排。武汉话那叫胃口。有些事情他只有60%的把握，但是他一定要赔120%的胸脯。哎，乖子，我屋的这个房子到底是撤还是不撤啊？你心里的锅就为啥？你屋的那个破房子非撤不可，他们不撤，我都帮你把它撤他。武汉话是让妈妈拍中了，他们往往不喜欢循规蹈矩，有些事就不按章法去排。哎，乖子，我撤进来你会不会被贴条子啊？几大个事噻！停了，贴上我帮你解决就完了。这种属于人际交往蛮广泛，武汉话是篓子野。最后一个武汉劳改的特点就是悍马课代表，4句话里面有8句都是八字，然后发出来这个声音永远是压得实实、低低的、沉沉的、沙沙的。比如说武汉人经常挂在这边的一句话“可巴”，到他们这把里面就是“可巴”，总让人觉得他要么是长语的给我唱多了，再要么是得喉癌。普通人说你过来噻，老干说的就是你过来，老干我分3期讲完了啊，点个赞啊，点个赞这个人。